后来继续来看，有一个通缉犯派13条的案件，伫咧逃亡的期间，为着要闪警察，拢是带李管阿西太太的车，真正是擦青界败，伊带某囝到丰原市庙东夜市，因为天气真热真脆干，踅到一间80年老冰店的时阵，怎啊停落来买旺来冰，互警察发现，当场就甲藏起来了。 旺来冰的店门口，真侪人伫排咧，这个店员闻甲双手拢唔捌停过。要杯水果袋子吗？要。丰原庙东这间90年旺来冰的老店，新鲜的旺来控10点钟了，南咸酸甜甲脆冰，这个酸甜的古早味，连通缉犯嘛因为伊来放松戒备。穿白衫这个姓何的查甫人，伫旺来店的门口停落来买冰，互警察抓到。 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不要动。知道我们在找你了哈，知道了，没错了哈。因某伫边仔惊甲唔知要安怎较好，这个查甫人因为偷摕物件毒品顶13件案件被通缉，警方佫伫伊身躯顶找到敢若是毒品的物件。是什么药啊？南瓜，会使验袂当验。这个查甫人带因某甲一个4个月大的查某囝4个月，平时出入拢驶因某的车，住伫各地旅馆。 是丰原庙东夜市的时嘛，真细致。当时因为天气真热，伊伫90年旺来冰的老店停落来买冰的时，警方甲抓起来。左顾右盼，生怕警察找上门，最后仍然不敌庙东夜市80年老店冰果室的诱惑。他看起来很紧张。你说那个嫌犯了？对，然后后来警察说：“你还要吃冰吗？买一杯去。”他说：“不要。”未赴过生日的查某人甲因某告别，伊只能伫入角了后去回想到旺来冰酸甜的滋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